这个节目，今天由我来主讲。我叫陈国祥，我是台湾的资深媒体。今天要跟他讲4个题目。第一个题目就是加拿大的大选刚刚结果揭晓，那么现任总理杜鲁道大陆翻译成这个是特鲁多他这个可以连任，但是呢，在野党这个最大在野党的保守党席次比原来还多了3席。这特鲁多呢勉强连任但是他自由党的席次根本未过半那么他这个事情呢，也就是让人家联想起这个中国大陆华为的副总裁孟晚舟，他已经被连续关押了1000天了，是不是在加拿大总理这个第3任就任之后会有转机呢？那么第二个问题就是目前国民党正在进行主席的选得非常激烈，这礼拜6就要投票。国民党这次党主席选举吵得很凶会不会造成党的分裂？那么第3个问题呢，就是现在中国大陆和台湾这个政府和所谓网民都不断的对社会上一些人，特别是影剧界的人士大陆对影剧界的人士，台湾是对于政治人物说他是不是忠诚对国家对这个社会是不是忠诚的一个考评，然后呢进行中间之辩，非中即奸嘛然后发动了各种攻击，然后这个让人家想起这是不是在招魂所谓法西斯这样的一个恶毒的一个所谓灵魂这个同样的问题，台湾跟大陆面对同样的问题。那么最后就是台湾的水果台湾水果王国它大陆进口台湾的水果，在今年年初停止凤梨进口之后，现在要停止4家的一个4家跟莲雾的进口。那么这是不是会对两岸关系造成非常不利的影响那么首先我们来看看加拿大大选的结果。目前这个选举结果揭晓，现任总理特鲁多他的自由党得到158席，比过半需要的170席还要少少了12席。那么最大的在野党保守党虽然只得到122席，但是比原先还多了3席。那么特鲁多这一次之所以要解散国会提前大选，是他看到最近执政党自由党的声势不错民调支持度高，那么他想经过这次大选，然后呢取得国会的过半席次170席以上，他就可以主导国政，不必是以不过半数来执政他就可以摆脱在野党对他的挟持。但是结果事与愿违，根本就没有达到他的理想所以现在加拿大的国会还是跟现状差不多就是未来还是由不过半的自由党继续执政。那么这个自由党呢，它跟这个所谓保守党相比就是它的这个对中国的政策受到强烈的抨击这个保守党认为太软弱，自由党根本是对中国卑躬屈膝，不敢强硬对抗这就好比现在美国一样，这个拜登呢一直被这个共和党虎视眈眈的盯着，还不断的叫嚣说你这个对中国太软弱这个尤其这个前总统特朗普认为这个拜登呢是中国的这个应声虫那么这2国的状况都一样
就是执政党被最大在野党强烈抨击对中国不够强硬而且虎视眈眈想要取而代之。那么杜鲁道特鲁多面对这个攻击，他的选举的时候就强调，他对于中国一定会采取强而有力，而且连贯性的政策来对付中国，以维护加拿大的利益。那么他就是不愿意让这个保守党用攻击他对中国的软弱让他吃了亏占下风，选票被刮走。所以我们可以预期他未来在不过半的情况之下，又面对在野党的虎视眈眈的监督跟批评，所以他对中国的政策不会比现在更强也不会更软，差不多就是这个状态。那这个状态呢之下，我们就看孟晚舟的事情，他究竟会如何处理。孟晚舟已经被拘押1000天，然后下个月会有第一审的判决出来，究竟他会不会被释放，还是被押解到美国去被起诉？那么目前加拿大的法院正在做最后的审理当中，结果如何不得而知可是在这个时候呢，传出这个美国政府正在跟华为谈判，要孟晚舟认罪承认美国政府对他指控是确有其事而且要支付庞大的巨额的罚款。那么这样子，他就可以获得释放，他就可以不被移送拘提到美国，而可以回到中国。那么这样的一个说法，可能不是空穴来风因为美国的司法案件几乎如此到了最后审判前的阶段通常都会进行一个协商协商看这个可能被起诉者是否认罪，认罪的话罚款，然后可以有不同的对待。如果不认罪，这官司打到底就是胜负难料那么现在这个孟晚舟这个事情非常可能就在美国跟华为进行谈判当中其实美国跟华为的关系是有改善最近美国已经同意华为使用一些晶片，但华为说这个我不需要华为这个姿态很高。那么可见应该是双方是有联系而且透过律师进行这个认罪谈判非常有可能，非常可能。所以今天我们可以相信孟晚舟是不是可以被释放回到中国，关键不在于特鲁多这个总理因为选举结果跟原来是差不多所以并没有特别对他有利还是不利。如果他过半，也许他可以摆脱在野党的这个监控这个瑕疵，他就可以比较放松的态度，放松的处理方式，宽大的处理方式对待孟晚舟可是他现在没有过半所以他还是无法摆脱在野党的瑕疵所以他的立场跟态度应该维系不变。真正的关键应该是美国跟华为之间的谈判。如果孟晚舟愿意认罪或者法院现在认定的一些证据，他不得不认罪，那么也许他就认罪然后呢这个交巨款给美国政府，那么这样子他就可以获得释放回到中国。可是如果他不接受这个认罪，那么10月判决出来之后，那么有2种可能嘛，一个是判决无罪，一个是起诉一个是不起诉。如果不起诉，那当然美国政府还可能上诉如果被起诉，那孟晚舟还可以上诉那一上诉就搞1-2年。所以这个事情呢看双方对于这个在经过将近3年的法院的审理，他们自我的判断是如何，他们认为自己是有罪还是美国政府认为起诉是会成功的会被加拿大政府接受，然后把这个孟晚舟移送美国。
这个是下个月见分晓啊，也许见分晓之前谈判有结果，然后就做出一个最后的一个处置啊。所以这情况大体是如此。那么第二个题目呢，就要跟大家讲国民党的党主席